今日开始来关心宜兰地检署侦办罢免民进党立委陈俊宇的连署涉嫌伪造文书这个案，伫昨昏约谈国民党宜兰县党部主委林明昌等8个人，有几内党员也有志刚，分别是以3万至10万块交保，因那林明昌是以80万交保。交保了，出来人被离开的这位是宜兰大区国民党部主任陈淑慧，伊牵涉到死亡连署的代志，总案3万块交保。宜兰地检署侦办罢免民进党立委陈俊宇疑似涉及死亡连署案，检调昨启动第2波行动，约谈国民党宜兰县党部主委林明昌等8人，先后所党部主任谢可成等几6位党员志刚，分别3万到10万交保候团。司法会还我清白。林明昌今仔日透早移送宜兰地检署复讯，检方先后认为林明昌涉嫌重大，依照伪造文书罪嫌，有令80万交保候团。伊的后生宜兰县议员林冠贤，即个办拿无办力。什么就绿人了，什么蓝就不行了，没上我北部啊。他现在进入第2阶段了，对吧？国民党也不要把违法的事证这么明确的有被搜索的那要牵拖造成所谓的司法的迫害，那我相信证据会说话。另外，伫贵人检调调查国民党发动的2位两名立委郑文婷、张志豪罢免案，案件已经扩大到至少13位被告。伫罢免郑文婷案件的带头人基本传顶4个人被收押，罢免张志豪案的带头人杨正基也被羁押禁见。那也伫贵人的罢免行动拢停来。要罢免不是不行，但是必须要遵循合法的方法。希望这次之后，国民党能够学会教训，办蓝不办绿，小案大办，让蓝营多人入罪，更可以看到不断的持续的追杀。呼应我立抗总统赖清德表示愿意展开双手，加强政党合作。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讲，无愿意看到受训动员司法迫害，这是一个做领导人的责任。公司新闻综合报道。